续来看这件25年前发生伫台中，色龙老师来性侵着女学生，当事人出面来控诉，讲25年前读国中2年的时阵，班导师对伊特别关心，而且以权势压迫，爱甲伊交往发生关系，时间有4年这么久。女学生想要来结束，导师就来威胁恐吓，互伊的身心受到真大的伤害。伊即摆大汉啊！担任着校园性别事件的调查人员，才知影讲，原来家己就是校园性侵害的受害者，所以勇敢站出来指控。当时的班导师已经是台中某一间国中的校长，嘛伫8月初1申请退休，目前教育局已经介入侦办。在用教师的权威逼迫我跟他交往。A 小姐指控25年前读台中西区有自由班的明星国中2年的学期开始，班导使用威权压迫、交往、侮辱。黄老师利用假日单独补救教学的理由，迫使我跟他在班级教室、保健室、教室室、电脑教室，甚至是班级出游的旅馆或者是他的车上发生猥亵或者性关系。A 小姐提当时老师予伊的卡片有写上爱放假当作生日礼物，另外一张是卖予一份关心，因为误会消息，看出老师甲伊特别好。是黄老师都会以辱骂、诅咒、威胁对我会在未来手指不定各种手段，胁迫我继续跟他维持关系。A 小姐大学1年想要结束关系，却有威胁，予伊唔敢甲亲男朋友讲这件代志。几啊年了后，伊完成学业变做教育工作者，嘛是校园性别事件的调查人员，才意识到家己嘛是校园性侵的受害者。当时的班导师已经是台中市某国中的校长，8月初1申请退休，因为 A 小姐向教育局投诉申请性平会调查，所以无法度完成退休证书。佮打电话给 A 小姐的老爸，我只能够沉静的听他细说不堪的往事。作为一个未尽责的失败的父亲，此刻心情是相当疼痛。A 小姐的老爸讲，校长讲代志已经过25年，刑事追诉期已经过啊，也会当行政申诉，希望莫闹大，避免影响 A 小姐的婚姻。他认为是我对于他当年在国中时管教过度，而造成有报复的心态，才在这个地方提出申诉。台中市教育局4月接到 A 小姐投诉，目前已经在调查。本案依照程序召开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，决议受理此案，并且筹组调查小组进行调查作业。教育局强调，已经向双方当事人进行调查，有了解案情的必要，所以延长调查期限到9月。嘛提醒防指控的当事人，依照规定袂当伫私底下联络。若是调查结果是事实，嘛依照性别平等教育法、佮有教师法来办理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